咱都市的巡逻箱呢，因为伫迄个较暗的所在，巷道也是地下道，因为光线无好，像我这年纪有较济有老花的人会感觉目睭遮力的，甚至搁是牙手电筒会较无方便滴。我觉得方便很多。电子巡签的话，因为你只要一逼下去就好，比较便利，隐秘性也比较高。会当互咱免款资料，会当互咱伫运用伫第一线咧签巡逻表的时阵，掌握我们巡签的速度。阮的电脑内面有一个 APP 的系统，伊会当迅速互阮掌握辖区的状况，交民众不管需要的热点在哪里，那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去派遣警力前往执行。省纸啊，又环保啊，空间又小。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智慧行动装置已广泛运用到各种领域。台南市警察局今年起导入电子巡签系统，将全市5000多个传统巡逻箱全面电子化，让远警巡签流程更为简便，每年还可节省纸张60万张。此外，这个系统能整合交通、刑案、报案资料等大数据资料库，让第一线远警能及时接收各巡逻点的治安资讯，提升警察同仁的勤务效益。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不是全台湾第一个使用，但是在警方来讲，电子巡签系统应该是视为第一个视为这个公文书的一部分，这个记录是不会消失的。第二个，为了要让警察巡逻更有效益、更有效率的话，因为平常我们过去旧式的巡逻箱有时候会被人家任意的动过，然后有时候刮风下雨，那个巡逻的签名的这个字迹也会变模糊，所以说，我想就使用这个电子巡签系统，对于警方执行勤务会更有效率，而且这个方便性更高。那如果说歹徒想要这个去了解，或是想要去抽这个巡逻箱来知道警察的巡逻的班表的话，就不让歹徒有可乘之机。这个对于市民也是更好的、更安全的保障。因此，我们在效益上的考量，在安全性的考量，在这个治安的考量上，我们决定全面启用这个电子巡签系统，让警方执勤会更有效率。辛苦了，谢谢。电子巡签，守望家园。We are ready, go！ 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收看欢迎收看10月28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年全会台南市的代表队创下历年来上好的成绩。不过，议员林阳义在总结时却不满市府将选手的奖励金只变6000块，是6度上少。加上咱的年长津贴、生育津贴、加健保费的补助等等，嘛拢排6度尾名，议员一并提出来检讨。今年全会台南市选手的总奖牌创下最佳成绩，议员林阳义在总结时对了表达肯定，嘛替选手请命。因为咱台南个人项目的奖助金只有6000，甲其他6都平均2万块比较起来，实在差真济。议员以甲大陆战争镇赢的公益感，要求市府一定要提高奖助办法，避免优秀的选手流失。你有选手出去。是中国比赛，就第一名，因比较起来，伊第一名你6000，因会比较啊，阮台北22000呢。咱遮第一名6000，第二名6000，第三名6000，这款态度就是讲哦，你要走一走，你要运动去运动。阮教育局无啥要注重这个体育啊，我希望咱教育局中呢。经营，伊唔变都唔变无要紧，你做局长爱市场反映。这款奖励办法呢，完全对别县市拢袂对，这唔好啦。有啦，咱改善足济呢，咱市长也足支持啊，所以咱
甲议做报告啦，我知影你足关心。啊，咱金牌哦，全国运哦，咱过去25万金牌，啊，今年咱这届吼是提升到30万，所以对于选手来讲，应该有足大这个奖励这种的效果啦。台湾都来争取台南优秀选手的奖助金，嘛补满年长的津贴挂零、健保费补助以及生育津贴，拢是6都尾仔名。要求建设归建设，以市长是大家长的身份，强调爱护市民的福利袂当减，至少唔通拢是6都尾仔。另外，会中议员嘛针对永康将设立全民运动馆，关心相关规划建设到时间时停，要求一定要落实建设，唔通互地方失望。台南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会长林秉利总结顺，突然关心安南区大安里甲东河两里里面新建活动中心的需求，嘛针对单市软式网球的优势，要求教育一定要充实专任教练，持续人才扎紧来为国家争取公营。以一里之活动中心的建设需求，会长林秉利伫总结顺以安区大安甲理想里当年公营活动中心。不过，大安里已经是人口数上济，加上上60个开发以后，活动需求一定会大大增加，所以要求民政局好好规划。另外，东河里嘛因为历史博物馆当地住户不断增加，嘛要求找适当的机关用地来兴建活动中心。理想含迄个大安，因拢要各一个部分，最互迄个区公所来做一个检讨。啊，我哪来请教迄个副局长的意见？伊要是安南区上大里的呢？是。哦，人口数上济呢，你无甲偏落较我多咧？有啦，所以副局长我哪来报告？即摆两里有当咧办活动，冲突是要针对。对啦，因为迄个建迄个人口数的增长哦，安南区事实有在增加，啊，所以迁入的人口真侪，成长也真悬啦。这部分乃针对着讲，迄个未来发展的部分，迄个针对未来发展的部分来规划迄个活动中心这部分，迄无问题，我来进行。啊，时间我来请教副局长的意见。你东河里啊吼，东河里伊早是旧部落，无几户数。是。即摆东河里已经有1800几户啊。因为博物馆遐起高级住宅区起太济啊，你以早用一个500万啊起一个大梯厝吼，使用空间少嘛，所以东河里吼，我相信市长走通的时阵吼，后人也建议东河里5地寮遐有重要基金嘛，遐土地机关用地太济嘛，所以遐吼也爱起一个活动中心起来就对了。只要土地唔免搁征收，唔免征收啊，遐机关用地太济。哦，对，迄个建设活动中心费用咱来思考。会长都来关心活动中心的需求，嘛针对台南软式网球一直是全国出名、冠军上济优势体育项目，嘛持续为国家争取公营，但是专任教练的需求、人才栽培却使人烦恼。对此，市长嘛表达认同加支持。用较好的教练来甲栽培囡仔，栽培选手，互有更较好的发展未来，嘛当嘛是参加全国运动会，是希望讲参加亚运，参加奥运，拢会当为国争光。台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但是律师35档转正议员的陈坤和为了七股将军甲北门等滨南地区设立太阳光电帮议案，除了持续要求市府检讨修正地方的合法性，嘛要求体贴民意，为清气安静的生活空间来严格把关，千万唔通互财团钱赚饱饱，民众却受害。议员陈坤和表示，七股将军这片当初县长所犯地顶人守护撇免被滨南辖区污染的乡土，不过却逃袂过这摆太阳光电帮设立的命运。议员强调，太阳光电帮已经是业者公认破坏生态环境第一号的杀手，政府阁随便财团4月买地、抢地、侵占渔军农产。其中南沙线台电光电厂时间过停，破坏道路，威胁用路安全，而且当年点火抽排地下水，议员强烈要求市府公权力介入。这是地下水，有要拍算安怎做法无，市长？请陈议员，你甲这个所在吼，我能去
农宅，伊拢去，伊嘛，我们那个环保局也曾经抽水过，这个你们都知道地点在哪里。如果他私自抽这个地下水，到底如果有已经抽了2年了哦。我们的地层就是那像一个海绵含水的海绵，是，安尼哦，其实唔是种硬，咱是沙硬，但是水退了的时候，1992的时候哦，你像伫遮个工地受影响，但是伊拍地砖，但是影响是其他的河，甚至到地层落去。我是感觉讲，伊要做这个基座，到主要抽两年就对啊，最主要。这工地做完，还要搁继续要投资。所以表示设计有严重的问题，吼。我来了解这个分析了解一下吼，谢谢。宜兰丹国河每一摆总日巡拢会针对7股将军甲北门的太阳光电设立进行，提醒共款是7股人的市长黄伟哲甲相关局处，毋通互盐滩变色，一定要有远见，提出良心甲智慧，珍惜台南这片净土，来发展无延宕的国际观光。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第47届郑旭白先生新闻奖10月27将举办颁奖典礼。今年中嘉集团结合基金会正式媒体素养的奖项，鼓励新闻从业人员报道相关议题。素有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美誉的曾虚白先生新闻奖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奖项。除了公共服务奖之外，近年来携手企业设立多项新闻奖项。110年更在中嘉集团赞助下新增媒体素养奖，鼓励大众媒体直播媒体素养教育相关内容。曾虚白先生呢，他最重要的就是重视公共服务。那所有我们这些合作的伙伴呢，他们都是在社会上啊，也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公共服务。今年呢，非常荣幸又中嘉加入我们，又创办了一个媒体素养奖，让大众能够进一步了解媒体。所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广度跟深度啊，都不断的在增加。科技越来越发达，那这些假资讯借由社群媒体的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所以我们深切觉得说，国内民众能够正确的识读这些资讯的真伪，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那中嘉作为国内最大的这个有线电视的经营者，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过程呢，能够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人，尤其是媒体同业的一个重视。那对于媒体素养这个题目，有更多的关注，以及后续更多的报道。本届媒体素养奖总共有34件作品参赛，5件作品入围，竞争激烈。最后由亲子天下数位专辑认识网络恶狼、破解网络儿少性剥削陷阱，以及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查核工具箱2组参赛者获奖。那我想这个奖项呢有很特别的意义。那这个就是主要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跟读者把这个数位识读的能力带还给读者，那让每一个阅听人都有这个媒体识读的能力。那媒体识读已经成为一个数位公民基本的素养。本届曾虚白先生新闻奖总共有439件作品参赛，较去年增加了110件。而多元的奖项不仅让新闻内容议题更加丰富，也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制作更具广度与深度的新闻内容。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在不是有诈骗甲谣言的年代，如何用谨慎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分别网络顶面的消息，已经是重要的课题。对此，台南市市长甲议长马龙出面，呼吁查证甲媒体素养的重要性。
假消息在现今社会真是令人困扰，连蔡总统脸书都呼吁大家正视科技造假。因为日前就有网红小玉涉嫌将艺人、政治人物等换脸不雅照，很多民众没有求证，看到传播出来的讯息就相信，形成错误印象，也让名人无端受害。对此，正在议会备询的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呼吁，这并非言论自由的范畴，呼吁中央修法。那这个假人像、假新闻、假消息的流传，这样的话对于整个新闻自由是一大伤害。因为这种言论自由是需要有一个法治，而且是不能造假掺假的。那所以说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希望我们主张，而且赞同中央要严格查。这个东西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保障，绝对不属于宪法的保障，而且是应该加以打击的。台南市议会站在全民防疫，今年7月18号开始就出借1楼大厅给市府作为新冠肺炎疫苗大型接种站，成为全台首座。不过没想到这项美意却被人大肆造谣，说里长们可以不用预约就能直接到场施打。对此，议长郭信良当时除了紧急澄清，也呼吁大家看到不合理的讯息，一定要加以判断求证。注射站呢，就有人传说呢，所有的族群里面，包括传给里长说不必预约，明天就可以带群众来这边注射疫苗，那是何等的慌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带缺疫苗，所以大家都急着要打疫苗，根本不必预约就可以来台南市院打疫苗，那就会造成交通的阻塞，还一切没有必要的影响。那像这个假消息呢，台南市院就受到了这个伤害啊。那我希望国人呢，要遇到一些消息的话，能够认真去思考一下，那这个消息是不是合理、违反常理？它的合理性、正当性是不是有那个消息传播给所有的国人？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了终结假消息，台南市府会龙头都出面呼吁大家要有选择资讯的能力，遇到有疑问千万不要再转发，一起来当个耳聪目明的乐听人。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为了行销电影的农地产，后壁区公所甲后壁休闲农村产业文化发展协会结合台南大运动百货，对今仔开始1连3天举办后壁相款物产展，欢迎民众支持在地来踊跃选买。后壁相款物产展结合了真侪后壁在地店家，为10月28到10月30，伫台南大湾坝举办特卖。市长黄文哲嘛特别出席活动，并现场制作手工红菇粿，到店来推荐后壁好物。感谢大圆把提供这么好的优质场地，还有许许多多的消费者都会来看，也感谢后壁商圈提供这么好的产品。大家知道《淑女养成记》第1集、第2集都是在我们主要的场景都是在我们后壁来拍的。那想去看看嘉玲的家，想去看看嘉玲的药铺，想去看看后壁的美食，通通都在大圆百。所以呢，你来大圆百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美食，这么多的物产然后接下来要去看看后壁的清寮。参与后壁相款物产展的店家有卡多粮食故事馆、益昌碾米厂、富贵食堂、果干茶铺、普玉树文创园区、红营米厂、瓜田欧金、没朋友、木尔 Max More 等商家共同参与，做伙行销因的特色商品。后壁物产展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很多后壁那边的相关的好物，然后一起来这边销售，包括有卡多粮食的好酱啦、米果，然后或者是邦农米厂的好米饼、蛙粿，然后或者是我们的璞玉的米汤，然后我们的益昌米厂所提供的这个淑女包或者是淑女米，还有我们的木耳、邦花农田，或者是我们关田的这个乌金，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好物可以来买。那还有我们的富贵食堂，可以来这边吃得到我们在地的挂丢啊崩，都可以在这边吃得到。会让参与物产展到其他区域行销，也和餐店的店家非常的感谢。很感谢台南圆百给我们后壁商圈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来这边把在地的农特产品分享给我们台南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今天呢，把在地的农产品用成了米食加工做成最好吃的蛙粿，然后这个现场呢，让大家品尝到好吃的蛙粿，也可以吃到割刀饭。
这么好的机会，我们要感谢原百，也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丰盈米厂也趁着这次记者会机会，替自家参加农粮署台湾米礼盒仔票选活动的产品来邮票。台湾好米礼盒选拔票选投票，然后我们现在呢分享芳农好米，只要呢我们上网去投票，然后我们就送你们无米乐南满之梨的票选。按赞之后呢，就送给大家一包台南月光米最好吃的台南16号最好吃的品种，与大家分享哦。后壁上款木山店活动，只到10月30号为止。介意邮寄龙德山的观众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为互咱后一代少年人会当了解咱所成长的所在，北区公所特别甲大观音亭兴建宫合作，互学生来到古迹上课，经7年才找到人文历史。因应着时代变化，台南市为着要让后一代囡仔对咱的过去历史文化有更侪了解，特别想出甲文化古迹结合学校。这摆北区区公所第一摆关校合作，邀请到国立的清华大学。府城关兴文化艺术基金会、甲文贤国中来合作，透过清华大学荣芳杰副教授所指导，开发出这摆合作教案。古迹就是教室。我们科长美容课黄秀宇黄科长在这个提案里面，特别跟我们清华大学荣教授做了结合。那我们希望把我们传承数百年的一个宗教寺庙里面的内涵，把它更能够多样化。所以让大家来到宗教寺庙里面看到的，除了信仰之外，除了心灵的寄托之外，我们还可以学到更多在我们先人的智慧留在我们寺庙里面的一些痕迹。北区区长表示，今年是第一摆办安尼活动，希望未来会当维持继续针对古迹开发出更完整的教案，创造古迹庙宇空间有经济多元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实验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开始呢。那其实我们台南本身就是一座大的美术、大的博物馆，那尤其北区更是一座非常具有非常多人文跟历史的一座博物馆。那其实要把这样子的资讯慢慢的推广出去，是需要非常多的方法跟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这几年北区区公所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一直在把这样的文化历史推广给我们在地的学校、社区跟民众一起来参与，所以他这几年北区就是利用我们这些社区营造的经费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在文化局跟在市政府立场是非常支持这样的计划。活动现场嘛，议员甲议员候选人做伙去到现场来见证这摆建构合作，希望未来当有经济学校做伙来参与安尼活动，互学生会当甲古迹当作教室。对内底去观察、探讨甲学习。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0月28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